今次我介紹呢個金龍中心全層有靚裝修又有靚海景嘅單位，一齊入去睇睇啊！單位建築面積5300幾平方尺，有晒裝修啦，家私齊備。呢間老闆房仲望到海景，好開揚，好舒服添。單位入邊有個好大型嘅文件儲物庫，適合啲金融公司啦、銀行啦、會計師樓、律師樓都好合用嘅。而中央嘅大廳呢，可以坐到幾十個員工，非常之闊落。一邊窗呢，就望到中環嘅景色。而另一邊窗呢，就望到中遠大廈、新世紀廣場下面嘅公園嘅遠景。呢個單位呢，裝修家私都好新淨、好齊備，可以即租即用。如果你興趣想睇呢個單位的話，記得 call L 不關，打呢個電話號碼揾我就得㗎喇，我一定可以幫到你。